解依家舉報嘅人越嚟越少呢？因為依家好多人發現啊，打舉報電話呢係冇撚用嘅。你只要啱啱打完電話冇幾耐，被舉報嗰個人呢就會打返電話揾你。咁大家諗一下，你舉報嗰個人呢，佢係點得到你啲信息嘅？佢係點知道你舉報佢嘅？結果到咗最後呢，俾舉報嗰個人呢乜柒事都冇，但係舉報嗰個人呢就大劑啦。因為往往呢解決問題最快嘅方式呢，唔係去解決問題，而係去解決製造問題同埋發現問題嗰個人。咁呢種情況呢唔係個例，喺山東青島呢，有個鎮級嘅阿頭呢就俾人曝光咗。當面跟他談，不想談的話，這一家人都不怕死的話，他們能活上，我也能活上。他們也沒什麼大本事，除了進京法，還有什麼？舉全平度市之力，我們無論是從物力、人力、財力、精力都耗得起他。再就跟他說，我們正在研究怎麼能刑事拘留他。你就明確的跟你姨父說，我活上了，我有100種方法去刑事他兒子，我只不過是現在我還不願意去用那些方法。再不收手的話，都要被送進監獄去。人生要學會及時止損，不及時止損的話，後果真的是可能就會超乎他們的想。咁舊年咧喺我哋廣東，我哋嘅一條村情況咧一模一樣。咁你話佢哋惡唔惡？你哋呢啲着拖鞋嘅怕唔怕？你舉報啊嘛，我請你食嚿生豬肉先，跟住咧就同你洗乾淨個籮柚，等你去踩衣車。